走！啊！老板，大妹，你也送了这个小枪吗？好了，李大，平安师傅已经来了。让你看看，俺这就不是走错了。是新来的张老师吧？哎，电站牌红的找死嘛！你没看见船上挂的几高牌吗？我来18点钟上第1节课，不能迟到。神经病，命都不要了。这雨大，少上2天课死不了人。我是新来的，要守信用。这书燃毁了。我看看你那是用命换回来什么东西宝贝？地球仪。地球仪。同学们，如果老局长爷爷知道你们读不上书，他的心里不会好受的。这是老局长爷爷捐给你们的，钱虽然不多，可是表达了老局长的心意。你就是吴秀良吧？老师。好。今天我带你们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著名诗人泰戈尔的故乡印度去看一下泰姬陵。过来。哎，你看啊，被泰戈尔比喻为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的泰姬陵，是凄美的象征。张老师。啊，林秀良啊。来，我帮你。啊。来，我们这个啊。洪秀良，洪水河是一条壮丽的河，只可惜呀，太封闭了。老师，你的眼睛不好，能看清楚吗？我在这里教了6年的书，眼睛虽然看不太清楚，可洪水河在我心里。吴秀良，老师考考你，哪句诗来形容此时此景更准确？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好，有气魄啊！
不过，杜甫有2句，比李白这2句更贴切。哦，你听啊，荡胸生层云，决缁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吧，老师？好，非常好。吴秀良啊，我想问你，你一直想考大学，可是现在为什么不继续读书了？阿爸，我想读书，不想学抓蛇了。哎呀，抓蛇那是米箩筐里抓小鸡，稳当。这天啊，要下暴雨哦。哎呀，这个雷公是放屁不尿裤子，玉米地就成此地了。啊，蒋队长，这个石轮子搞好了，你拔电吧。好。啊，拔电了，可以看电视了。你这个女人呀，会说普通话就不结巴了。对，哼，小女人呀。哎呀，何小胆子啊，你现在不好好学普通话，将来到城市里面找钱呐，屁都没有啊！在宽达500公里的战线上，中国部队的3大进攻集团同时向北部义军防御纵深推进。哎呀，张老师啊，他们那里为什么要打仗啊？空中突击师长驱280扩张地盘，争夺资源。我看他们那里呀，穷得和我们一样，没有水，要那么多地盘做什么？要石油啊！石油？哎呀，石油又不能当饭吃。哎呀，好，换个好看的台了嘛。长蛇渡江哎，这面哎，小胆子，来，换一件新衣服，莫非大妹小看你了啊？大妹啊，接着唱。蓝浪流过江，美酒不醒哎。蓝老路没有好酒新买。联合国派人来搞扶贫调查，你们都看见了。胡秀良和他们直接用外语对话，是吧？杨毅的屁股响，有本事啊，下个山下去，比什么都强。下山还不容易嘛？陆乡长讲啊，你们家符合政府条件，哎，可以办呐。老陆哥，在山上我还懂得跟那抓蛇，到了山下，我这个摆手摆脚的，不得成了下公猫抓母老鼠了嘛？也是，混不下去了，我们就合伙卖唱去啊。来，徐爷呢？老板，哎，来到，看一看。来。怎么样？这好了。那你看多少钱呢？60块钱。那可以哦。啊。好，来，你拿走。开钱。不多急。徐语言呢？煎鹅，说普通话。煎鹅。对了，姐一会儿带你去吃啊。阿爸说了，我们只能用1块钱啊。老板，来半碗炸碎。不足鸡要吗？整连都有呢，这个。姐看一看啊，姐看一看啊。这个怎么学语言的？很容易操作的，看看。
神了！当然神了，现在没这个想考大学，諗都唔使諗啊！點啊？多少钱100吗？100块。这么贵啊？是贵了。真是不识货，你以为这是什么便宜东西啊？这是高科技产品，二手货才卖这个价给你呢。再说刚才你卖蛇不是得60块钱吗？我这60块钱还要买肥料的。是啊，阿爸还有我们买肥料。哎呀，看你是读书人，60块钱卖给你了，執到啊你，拜拜。别试一下。好听吗？好听。想不想学英语？想。要不要考大学？想。真的大人，我想考大学。哎呦，大夫对不起哦，你没有事吧？你个卖蛇的工作啊！哦。好二又是什么意思？你好吗？熟人见面说声嗨。嗨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嗨是你好的意思，记住了，小傻瓜。走，那我看一眼。吃的不够塞牙缝，你下次的花可能那么多钱。哼。60块钱吧，你以为容易找啊？啊！我看你啊，是不当家不懂得柴米油盐贵啊，是长得丑家里买的吃吗？啊！地里里面玉米苗黄赖赖的，化肥你都不买，你拿钱去买这个鸟毛东西，哼，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像个魔鬼条。我看你啊，是把钱不拿当饭吃了啊！你想什么？想什么啊？我想考大学。不可能。反正我就是要读书。哼，我这个白手白脚的养大你已经不容易了，你还想读书，绝对不可能。呀，你疯了是没？啊！你赶快把这个贵重东西给我拆了，马上！这是我抓的，钱就是我的。我的话你听见没有？啊！你听见没有？把钱给我拿回来，马上！马上！我要等钱用，买化肥的吧？你走着吧，啊！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啊！读书，对吧？我让你走了，走了。我看你啊，是老八叉之人，想当凤凰啊，走火入魔了。以后我自己赚钱，抓谁赚钱？我要读书，不要你管。好。你有本事你自己找吃个，我都不信，读书能当饭吃。吴秀良，下这么大的雨，你让他到哪里去啊？让他滚！反正这个家，你是屋顶上的小狗，滚个西北风了。王小良同学，王小良，王小良同学。
怎么了？啊，刚才没看清楚，突然一下，怎么也看不见了。你的左眼外伤和炎症的很严重，视力很差，再不做手术呢，眼球就很难保住了。做个手术呢，起码要1到2万块钱，多了就不好说了。我是老师，我去哪里搞这1、2万块钱？你不赶紧去自治区医院做手术，病变很可能会感染到脑部，到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双目失明的问题了。张金球，你有神经呢？老局长，我是几千块钱都凑不齐，更不要说这个2万。手术不错了啊。这样下去啊，你的眼睛肯定保不住。你本来找老婆就难，再下一只眼睛呢，就更难了。给。老局长，你。现在局里这么困难，上哪里去解决你做眼睛的手术费啊？拿着吧，钱不多，大家帮帮你啊！给，拿着。这个钱又是捐的。我希望吴秀良今年能考大学。如果你不让他考大学，那就是你辜负了希望工程和老局长他们的好心，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大妹，你在学校吃不饱，阿爸再给你买罐玉米饼吧。那你不吃啊，爸？我不吃了，我还得赶快把这2条蛇卖了去，好给你补交学费啊。张老师讲了，这回啊，再不能耽误你的学习了啊。谢谢啊，爸。我这个是追风险不？刚抓到的不？多少钱？1条90的。70了，70了。巴西欧的嘛。你买这个鞋从哪儿拿来的呀？我这手有证的。我这个是山上抓的哦。山上抓的违法不？你要跟我们个所那个处理一下，走。你不要装啊！哎，工作动机啊，你跟我讲装我做什么？上车再说。哎呀，工作动机啊！我这个鞋不是走的啊，是山上抓的。哦，你从山上抓就把你铐了，到所里面再说。上车，好。我是山上抓的。蔡所长，这次谢谢你了不？哎，不客气。以后你要教育他。不要给他乱摘山上的鞋哦。我晓得了，谢谢你啊，蔡所长。不客气。哎，老吴，回去了，回家了啊，回去了。那个外地人能不能放他走？我能没这么抓起来？呀，你不懂啊，那个外地人卖的鞋啊是人工养起的，不是国家保护啊。走，你回去了，走，回去了啊，回去了。有你默契，我烫点粉给你吃。我跟你讲啊，人家蔡所长是干部。那样讲也好了，抓2条鞋是罚人家1000块钱，他们这帮人也太狠了嘛！城里人不把这1000块当钱，八十兄弟啊，如果你真把3级养成功了，我借你这1000块，你也就不当钱了。阿爸，我看我还是不考大学了。那有回头药吃嘛？考。阿爸，我去学校了。大妹，还是桂英嫂的主意好啊。
你看，他借的1000块钱，解决了大问题了。嗯。现在我们把山鸡养了，以后这个学校就不用收没有学费了。谢谢阿爸。花也开了，你终于上了大学呀！苗族也是因为崇尚自己的美丽，才延续到了今天啊。老师，我恐怕也要嫁人了。你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不要急着嫁人嘛。上大学每年需要上万块钱的学杂费，4年学杂费就需要4、5万块钱。你说我阿爸去哪儿弄这么多钱？我不想告诉我阿爸我考上大学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我的山鸡呀，怎么就穿刺了呢？我的山鸡呀！大梅啊！大梅！大梅！大梅！你糊涂，你真糊涂啊！考上大学，那是和尚娶媳妇的大好事情，你怎么不告诉阿爸啊？睡了3天3夜，才筹到这800块钱。阿爸，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不上大学了。现在石头峰都蹦出玉米包了，上不上大学还由得了你吗？吴秀良，你必须上大学。兄弟兄，来，开静喝，我们还得静喝，喝酒。大梅，下车。讲过你几多次了，抓蛇一定要小心手，有的手啊有这么重皮嘛。来，张弟兄，你来一口蛇血吧。吴秀良，是因为有了老局长的资助，才有了今天。这杯酒，先敬他的在天之灵吧。回人少啊，大妹子上大学的学费要好几万块钱去，借你养山鸡的那1000块钱，
我实在没有办法还给你了。哎呀，二师兄弟，你家大妹要是叫我家何小胆子还什么钱，连本带息全免了。哎呀，大妹子她哪里同意嘞？王师兄啊，宝哥没迎上门，他就答应了。你这不是棺材上踢脚，何时赢嘛？大妹，我是阿爸在这里啊。我是。阿爸，你又喝了这么多酒，说你去找谁？哎呀，我是火烧小庙，慌了神了。阿爸。哎呀，大妹，这些年来，阿爸再难也都顶过来了。可是现在就没有钱送你去大学，阿爸没有面子啊！阿爸送不回。别动。阿妈，哪能这样子？大家都是把你弄的，在人家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你这样子人家。你懂什么小胆子？在镇上租这么一个小分店够忙的啦。下课赶集，不管刮风下雨，我一个人还要去摆摊。你讲养你容易吗？哎呀，哥人呐，你老急呀！老陆哥，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司法里农考上一个大学生，谢谢。司法里农考上一个大学生，因为家境贫穷，请你们帮帮忙，支援一下，谢谢了哦。麻烦您给换一张100的。老师，您自己连个家也没有，这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不能要。哎，我的水平不算高，能教出你这样的学生，还考上了名牌大学，这就是我的骄傲。这点钱不算什么。找到了，张老师，我找到王石大叔了。你找到我阿爸了？你真的看见我阿爸了？我阿妈四处打听，听说你阿爸和老六叔正在省城的天桥上乞讨呢。司法里农，谢谢了。因为家境贫寒，请大家帮帮忙，
18里农考上一个大学生。老土，有那么好骗的吗？看你装不出个大学生了。你想什么？坐那儿要你的钱去，坐那儿啊！哎，好的，好的。阿迪呀，你先吃点东西啊，我可方便一下啊。老头儿，你们这些人呐，啊，一个个公德心都没有。你看，老头儿，我来捐钱啊！谢谢，20块钱。谢谢。哎，放开我的钱！放开我的钱！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啊，不，这是我女儿上大学的钱啊！你还上大学？老子们还研究生！放开我的钱啊！这是我女儿上大学的钱啊！我研究生！你把钱还给我爸爸！快给我爸爸！滚蛋！阿爸，阿爸，阿爸，我真的不想上大学了。我要叫他们上大学，我有什么意思呢？大妹子，我们这个老脸都不要了，这样帮你，你还讲出这么没良心的话？是啊，大妹，不管阿爸走什么，都一定想办法送你上大学。爸爸，你不是跟大妹讲我吗？我们要再穷，也要靠我们这双手是吗？凑不到你上大学的4万块钱，这样能买得上？又有什么用嘛？你们一定要帮助他上了大学。对，我们希望工程啊，就是有义务帮助特困学生上大学。张老师，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等我们回家吧，我这一辈子也不要上大学了。你真的考上大学了吗？你看，身上所有的钱我都给你，来，拿去。你上了大学了以后，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诚实的孩子，好吗？阿姨，我要怎么报答你啊？我怎么报答你？孩子，别哭，你要好好的念书，明天做个诚实的人。我会好好读书。吴秋良，张迪秋，大妹，张老师来了。你们怎么睡在这里啊？跳得好啊，美女们！
你们新买女生的节目一定要争取全校的第1名哦。哎，美女们，我们请学生会宣传委员舒广芒给我们指导，好不好？好。别，同学们，我帮你们拍个照还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来和宣传委员合影，来。来。同学们，拿这个啊。你是新来的同学吗？我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加入我们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秀良。吴秀。我听过你考大学的报道，挺感人的。就是那个被资助上大学的呀。同学们，我们大家来欢迎吴秀良同学，好不好？初步获得生命一结论，认为一则无处不在。The only thing people desire is to survive and to maintain the perpetuity of the generation. Because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poor, they are preoccupied with just being able to live. If there are any threats to their existence, they will sacrifice anything to ensure their survival. 我吃过了，不要别撒谎，以后俺吃早餐晚饭也只吃一个素菜，你穷的不要命了。你们把饭带到课堂，想把生存的空间创造到极点，对吧？小吴，总经理的接待室等你。喂，是你啊？你好。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舒广芒，你学生会的，咔嚓咔嚓。哎，等等，你等等，我每天晚上都这么晚出来打工吗？喂。陪客人喝酒，说说话，一轻松就能挣大钱。不。小吴啊，你年轻漂亮，却不要求上进，没办法，我只能支配你了。不就是洗厕所嘛，不干就不干了呗。但我再打不上工的话，我就没钱吃饭了。你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贷款？我拿什么去还呀？你做了我1帮1的对象，你就别再愁了。当然是周6了，周1我要上课。对啊。行。3抠门，不还要喊呢？删掉。是我正门高兴了吧？哎，电脑是你的还是我的呀？我去吃饭。那我不去。我不去。除非你开车来接我。那不然我跟帅哥走了啊。你这张照都不太好看，你看我跟舒广芒照的多好看啊！哎呀，你看看。是件旧衣服的人写的吧？别整天穿那些傻子送的破衣服，扔了，穿我送你的，新的，多好看的。妹妹，你什么意思呀？我怎么了？我捐衣服也是好心，他为什么不穿？嫌弃吧？秀良，别理他。哎，看，那赵老师又给你来信了。来，谢谢你。哎，吴秀良，找你的。找你的？
张老师。你从大石围出来上大学不容易，我不希望你再回大石围。大学毕业以后，在这里找一个工作，永远不要回去。老师，困难我不怕，我就害怕这样上大学会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老子说：“上善如水啊。”假如说你学着像水一样适应自然，那就不会有什么环境你适应不了了，对吗？你在这儿挺困难的啊，你就拿着啊。哎，老师不用了，您自己留着去看眼睛吧。老师，哎，他人特好，你可得好好干啊。没想到啊，你认识这么多老板，你这么愿意干。你放心吧，我有的是挣钱的来路。不过说真的，你下毒蛇虽然危险，可是每天按件结钱，也算是好工作了，对吧？来看看。谢谢你帮助我。都是穷山里出来的，我不帮你们帮谁啊？哎，哎，我得走了啊。啊，哎，喂。哦，是赵老板赵大哥吗？我呀，在很远的地方。好呀，没问题。我才不对呢，要不开车来接我？吴秀良。哎，说广萌。千万别告诉黄元妹我来找你了啊！为什么？你说你干这个能脱得了贫吗？真服了你了，我可。你别动，看我。干嘛？走啊，我带你去发财去。不行。哎呀，这是最后一次拉舌了，走吧。不是，我刚找到这份工作，挺好的。什么呀？快走别磨叽。你需要刺激，这就是瓦格纳利音乐的氛围，怎么样？比他那个你找的工作强吗？别以为用你的双手才是劳动，这也是劳动，而且是高级劳动，知道吗？这劳动没有价值。没价值？你知道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给同学坐副驾驶，每小时挣10英镑的，你知道吗？怎么样，刺激吗？其实，生存有很多种方式。你依靠自己，那只不过是最原始的方法。那我不靠自己，我靠什么呀？走。你看，我爸爸就是学会了利用银行的钱，才会拥有这么大的地产。可是你爸爸呢，就只会靠一双手，那能挣多少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观念，当然就会造成我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对，这本《穷爸爸富爸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穷的劣根。你们年轻人呐，可不能把理想建立在贫穷上面啊！送给你了。谢谢叔叔。好。刚才工地你也去过了，拿出勇气来，在学校帮我爸爸销售青年公寓，怎么样？
而且非常适合我们大学生来。麻烦看一下，请看一下，想问的问题或者有什么疑问可以向我问一下。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来，你写。哎，真想不到你在试管盲夸夸其谈的影响下，变成外行天才了。我原以为啊，他帮助别人有什么个人目的，其实他人还不错。他呀，不过就是学会了包装自己而已。李秀良，哎，李秀良，哎，过来，是我，快去快去。哦，来，您看一下，好吧，那个大概你们看一下，有什么一会儿可以问我。你看，你不要整。听说这么快你就销售了11套公寓了？对。我爸爸说了，就像对待公主一样，好好的奖励你。你爸爸太客气了，不用了。走，上车。去哪儿啊？到了就知道了。不行，我这儿还忙着，我不能走开。走吧。不行，不用了。走。王爷妹，帮照顾一下啊。您这边请。哦。小姐，请放心，这是100%纯牛奶。小姐，我给你倒牛奶了。先生，和你来的那位小姐生气了。吴秀良，吴秀良，吴秀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以为我躺那个牛奶里头，我能安心吗？你为什么不安心呢？人家大公司为了保证市场的价值，把整个卡车卖不出去的牛奶给倒掉了。光泡牛奶早，这也是最有价值的利用了。这怎么就不安心了呢？是，也许你说的对，可是我受不了你给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哪种生活方式啊？我们山里人从来没有机会喝过牛奶，可他却躺在牛奶里头洗澡，还感觉特别舒服。有钱人家的花花公子啊，都这德行。哎，黄一妹，你说谁呢？说试管盲不可以吗？你崇拜他那些所谓的理想，不过是建立在他父亲的金钱上。我说啊，要没有他父亲的钱，什么豪言壮语都没有了。你那不过是嫉妒，你自作多情，你才自作多情呢！跟这老板勾搭，又跟这老总鬼混，被输管盲拒绝了，就迫不及待去追那几个洋学生。你说谁呢？说你呢？我让你胡说！我让你胡说！吴秀良，吴秀良，哎，你怎么了？这2天都不理我。喂，你现在这种做法，我实在不能理解。卖我爸爸的10年公寓，刚开了一个好头，你怎么就放弃了？你要套用学生身份证骗取贷款，不道德，我可不想参与。那不过是个经商手段，难道这样的钱你都不愿意挣吗？哎，等你缺钱的时候就知道了。吴学良同学，来，经过学校和肯德基的评选，你呢现在已经获得了肯德基曙光基金的资助了。啊，谢谢魏老师。这个呀，不仅仅是资助，是我们肯德基特意为你们这些品学兼优的特困生设立的助学资金。另外啊，你还可以到肯德基勤工助学。别找了，有脸人。小费还没拿呢，怎么又放纵自己？这不关你的事。哎，不要打架！你这样的学容易吗？你为什么不珍爱自己？别唱歌高调了。谁不知道你有人资助？那我呢？谁给我钱？你给我吗？没有钱，拿什么给胡妹买电脑？我们再穷，也不能依靠那些有钱的男人。其实胡美美说的对，输管盲怜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吴秀良同学，哎，你好，你好，你好，
非常欢迎你的到来。谢谢，我一定珍惜这次实践机会。我们也希望吴秀良同学在我们这里学习的同时，尽早的进入到社会，了解社会，多掌握一些生活上的技能，将来啊好回报社会。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我也一定会像小鸟一样，在自己吃饱的同时，努力为这棵树抓虫。你的小鸟理论很好，我相信你能够说到做到。来，慢一点。老人家，您行动不方便，先坐下吧。好，我来为你点餐。好，谢谢。不用谢。现在随便去点餐了。欢迎光临。肯德基来啦！老爷爷，这是我为你们一老一少专门点的2份不同的套餐。好，谢谢。爷爷，这里有炸鸡。眼睛不好，你就不该赶夜路了嘛。你看，摔得不轻啊。何小蛋子，你过来一下。上次兰老路过时，大妹就不在家。这次万一长地球顶不过去，小冷子还小，又不能喝。你一定要叫大妹回来哦。看样子你真的要步行回家啊？是啊，老师病了，我得回去看他。路很远呐，300多公里，日夜兼程的话，用不了多久就到家了。我真佩服你了，不就为了省这200多块钱路费吗？给，我赞助你。不用了，我如果需要钱的话，有人会帮我的。别以为树帮忙帮助你就是爱你，帮助和爱情是2回事儿。简直是疯了！他什么时候走的？下半夜9:30出的门，真的是步行回家的。哎，你就那么可怜他呀？值得吗？帮忙。你跟我赌气，我能拿走路来救我们自己啊！你看你的脚都磨出血泡来了。疼吗？
起来，慢点。哎呦哎！来，来吧。走路，就为了节省这几百块钱路费钱，你觉得有意义吗？对于你们有钱人来说没有意义，可是这是我半个月的打工钱了。那我给你挣钱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要啊？啊？山里人怎么那么固执呢？你知道吗？用你走路这点闲工夫，人家比尔盖茨早就创造多少亿万财富了，你懂吗？我告诉你，我们山里人有的是闲工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干嘛呀？哎，你这样脚都是这样子，怎么下呀？行行行，我不说了，走。哎呀，老师，再不到县医院彻底治疗，你这眼睛会瞎的。没有那么严重。哎呀，大妹的话你一定要听啊！这病在我身上，我能不知道吗？再说，花不起那么多钱嘛。老师，你别担心，这住院的钱啊，我来想办法。来。一切都会解决的。我不相信你真的不喜欢我。说句实话，你为什么就不敢流露出你内心深处真实感情呢？啊？这个左眼球由于外伤。已经发生了外伤性的白内障玻璃体纹浊，加上反复的眼内炎症，只有尽快手术治疗，才能恢复一定的视力啊。主任，我老师眼睛的病真的那么严重吗？是啊，巧合的是还长了血管瘤，所以要想保住这只眼睛，还得花更多的钱呢。可是。他连1万块钱都凑不齐呀。那不得已，可能得把眼球给摘除掉。主任，请你千万不要把真实的病情告诉我的老师。你只知道吴秀良是得到过资助的好学生，你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和黄英梅一样，在酒店里忙着陪男人喝酒、唱歌挣小费。吴秀良。你们谈。树帮忙，我老师动手术需要3、4万块钱，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你就借给我，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
帮助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天底下有多少人需要帮助，你知道吗？爸，如果你不想资助这笔手术费，你就不用再教训我了。你知道贫困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我建议你啊，把帮助张地球做手术的钱来资助他上学，比做什么都现实。这眼睛不用治了，我想出院了。什么？出院？你手术都还没有做呢。老师，医生都跟我说了，他说你这只眼睛啊，肯定能医得好的，你别急嘛。医生说，要保住这个眼睛，最少要花3-4万。3-4万，我去哪里找？还是把它摘掉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可不许你这样瞎想啊！为了一只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花销这么多钱，没有意义。老师，钱咱们都该花，但如果说你一个男人没有了2只眼睛，那就是不完整的。老师，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肯定会找到钱的，我一定会找到给你治病的钱的。你别急，你等我好吗？你一定好好等我，在医院好好的养病啊。哎，别以为树王王真的喜欢你。你也不好好想一想，灰姑娘的故事能发生在你的身上吗？我很累，现在不想和你说话。你那么需要钱，我可以帮你。不用。你和黄一妹陪老板喝酒唱歌，不就为了钱吗？别以为人家什么都不知道。吴秀良，对不起，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同学们，大家都帮帮忙，谢谢爱心，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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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帮忙。大哥，大家都公益捐款了，谢谢你们啊！张地球已经离开医院了。你为什么要走啊？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在医院里继续治疗呢？为什么呀？你说呀。没有必要继续治疗这只没有用的眼睛了。怎么没有必要？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啊，老师。胡秀良，你上大学不容易，不要为我的事分心了。你只要读好书，上好大学，这就是我的希望。老师，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你医好的。走，我们去医院啊，走。老师，忘记告诉你了，我已经找到给你治病的钱了，我找到了。现在不需要钱了。
谢谢你。为什么？为什么？老师，你说为什么呀？你把眼睛摘除了。摘除了。我也轻生了。谁让你干的呀？谁给你这权利了？你怎么不等等我呢，老师？你干嘛呀？你要干嘛呀？我钱都找到了，你怎么就？我的老师，你干嘛呀？对不起啊，我帮不了你的老师了。你知道吗？张老师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要把眼球给摘除了。为什么？就算他知道真正原因，能怎么样子啊？难道你有回天之力吗？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弱者呢？总要等着别人来资助我，而我却没有能力去回报别人。为什么呢？今天仍然还有很多的山村老师跟我的老师一样，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我愿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他们捐点钱。吴秀良同学虽然没有能力去挽救他老师的眼睛，但是他这种知恩图报的爱心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谢谢，我现在山里的老师，我谢谢你们，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苗族衣服真漂亮，好看吧？给你准备的。舒口芒，这是我送给你的，我在梦里看见了你，还有小愣子。你当时穿的就是这套漂亮的苗服。真的吗？希望在今晚的毕业晚会上，你能够穿上它。真是好看。对了，刚才在礼堂外看见你的张老师了。老师，你总来了。啊，看你啊，不，我来弄假眼，顺便来看看你。让我看看，让我看一看。不用，医生说了，看上去就像真的眼睛一样。那您应该戴上眼镜啊，老师，要不然容易摔跤的。吴秀良同学，你现在进步很大，过去太腼腆了。今天你有勇气走上毕业演出的舞台，有勇气了，有勇气了。可是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没有勇气留在省城呢？那个年薪6万的工作虽然很好，但它不适合我。吴秀良同学，我希望你要慎重的选择自己新的生活，这是我的希望。
们好，老师好。同学们，今天是我们希望班上课的第1天。我希望以后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习。老师，你怎么不戴眼镜啊？也许苏广芒说的对啊，这个环境适合于我，它早就不适合于你了。可你为什么一定要回来？为什么？啊？你不应该忘记，你爹和蓝老六为什么沿街乞讨？他们是为了你上大学，希望你大学毕业以后能在外面闯出一个自己的世界。我从心里为你高兴。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对不起你残疾的父亲，你对不起蓝老六的在天之灵啊！这年头，寒呐！大妹啊，接着唱。蓝老六过江。哎呀，张地球啊，你就别生气了啊！那几个刚分配下来的大学生，不是全都跑了吗？大妹这次回来，至少可以替你跑10几个山洞上课呀。哎，你看看，从飞船上看地球啊，这地球可真像你背的那个地球仪呀。对吧？哎呀，是不算大哦。这印在天上啊，好是好了。我看上面没得什么好吃的哦。哎呀，爸，人家宇航员在太空上吃的东西，那可是非常科学的。哎呀，再科学也没有我们黑山羊好吃。绿色食品哦，对吧？对，现在城里人啊都爱吃黑山羊。哎，现在城里面的人啊，口味变了，我们也变得啊。连生蛇蟹也不敢喝了啦。那这是变文明了。哎，对了，阿爸，我打算等学校建成通了电话，给您建一个网站，然后啊，在网上就会有很多人找到您的黑山羊了，对吧，老师？对吧？吴秀良，哎，是我吗？这个是我弟弟呀。我小愣子啊，小愣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来找你来了，我在城里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是做苗语播音员的，怎么样？跟我回去吧。不用了，谢谢。我打算啊，在这里办一个中心学校，过来帮忙吧。学校？老师，等中心学校建成之后，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大实为几十个里弄，居住分散，学生到这里来上学，山路太危险。你看，河对岸99弄希望班呢，那些学生就是矿工的遗孤们，过河太难。因为现在蓝老六不在了，所以这个中心学校啊，打算给学生们提供吃的，还准备住的呢。你的想法很好，可是建学校这100多万去哪里搞？你太理想了，这可不是办希望班啊！
老师，这红水河有民俗风情啊，钱不成问题。吴老师，太好了！陈主任，谢谢你支持我在大石围建希望技术中心学校的计划。这是我们希望工程责无旁贷的事情，只是这需要百万资金复苏，师资还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早考虑过了。是吗？我在网上发邀请函后就许多国家的志愿者都来报名，援助我们这个扶贫教育工作了。太好了！就你父亲那100多头黑山羊能值多少钱啊？您看这山水啊，还有那岩浆的原始岩壁画，都可以变成钱的。哦，你想把它们卖喽？不是，我想把这壮丽的山水变成一个旅游观光的天然公园，用文化遗产来吸引投资。可是这老掉牙的琼山沟能有这个价值吗？有价值。这几10公里的江岸就有60多处原始岩壁画，是天然的艺术长廊。徒步和泛舟来旅行再合适不过了。我还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民族风情接待站，专门接待那些扶贫志愿者来旅游。好，非常好。可我劝你不要异想天开，你改变不了这里。老师，可以改变的。改变？你大学毕业1年多了，大石围有什么改变？我劝你现实一点，回到县中学去当你的老师。你就是黑小胆子那个会说普通话的媳妇儿吧？是啊。这黑小胆子从赶墟回来就醉到现在。是啊，我们也想捐钱建学校，可是有人说这孩子不是黑小胆子的，所以他们不要我们捐的钱。没有想到张老师还没得黑小胆子他们理解我。哎呀，那个黑小胆子算什么？哼，他算什么？要不是张地球教他讲普通话，我看他再卖10年8年的山货，哼，也找不到那个会讲普通话的贵州妹做老婆啊。但毕竟人家黑小胆子带了个好头。哎，我这100多式山羊早就交恩给学校了，难道我不带头支持你啊？你就放心做好工作啊！张老师不支持你啊，爸爸支持你。好，阿爸，明早我就沿路考察旅游路线去。好啊。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你眼睛看不清楚，你不应该来这儿。老师，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啊？老师啊！你看，我的能力有限，不能给你很大的帮助，实在对不起啊。老师，你别这么说，你给我的已经太多太多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呢？老师，走，我们上岸吧。啊，他已经录了很多资料了。那到时候啊，我们就把这个地方。这个蓝毛啊！哎，秀良，秀良，这是我介绍来参加助评希望教学的克里老师。克里老师，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校长吴秀良。是的。感谢你们给我们学校做出的无私帮助。是呀，克里老师，我们这里沿江旅游接待站是专门为你们这些来援助我们中心技术学校的老师们提供免费服务的。哦，对了，这个呢是徒步旅行必须遵守的保护岩壁画的守则，你看一看。吴校长，这太完美。同学们好。我从法国来，我很高兴来了中国，因为中国很美。My name is 丁爽，今天我给你们教第一个单词是勤奋学习 ，work hard。work hard。work hard。希望学校已经建成了，你的理想也实现了，你应该回到城市里面。因为那里才有真正更大的理想等着你。你说的那种更大的理想，我没想过。我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为什么不爱我。经过了这段日子，到了今天，我才真正的理解到，你为什么当初不敢爱我。老师，如果没有您的帮助，希望学校不会这么快建起来的。老师，这手机我送给你的。我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什么人和我联系，我也不想和什么人联系。这大实为山高水急。你每天坚持走里弄给孩子们去上课，没有这手机，我不放心。这个是我手机彩铃。老师，可能有人落水了。哎，吴秀良！往里走，往岸上游，快点！老师，救命啊！你别怕，往里走，你别怕，老师来救你！你别慌，老师来救
你们上岸加油！向岸边游啊！抓住地球仪！抓住！一定能抓住火里头！向岸边游！张老师！胡总了！注意安全！张老师，注意前往！胡总了！不要管我！老师！张老师，有漩涡！你看，这大地上的生灵都留恋张老师。